很好，请问特偏要改。我搭头家输头路，你嘛无说好做，上头深头路。俺我先甲很偏 Q 集登记，14日内无就因含很联络，抢很去面试。我也上头申请信业补助。好啊，若很拢抓无留置，到70日是无免薪失业银天。接落来，我将抢劳工保险 Q 发失业给付得现。请问要用补助急救？后头要让补助6个月。按离婚申请单，还要让提去甲写。若是有问题，随时要让都无碍。好，落力。养了亲近喜客，你们下日先来收拾一下家界春药的处费，大家期待会听到你冇？梳头路，梳头路，辞退。求职，求职，求职，失业，失业，失业，给付，给付，给付，留置，留置，录取，申请单，申请单，申请单，偷的，偷的，最多。接落来，仍然来学一道切中的规矩。我先甲很偏 Q 级登记，我先甲很偏 Q 级登记。我先帮您办理求职登记。我先甲很偏，我先甲很偏。我先帮您办理。在这句话里，华语的帮，客语可以说甲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我先甲很偏 Q 级登记 Q 级登记求职登记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练习完整的句子。我先甲很偏 Q 级登记我先甲很偏 Q 级登记。我先帮您办理求职登记。我们可以再简化句子，我先甲很登记，我先甲很登记。我先帮您登记。离婚申请单，很不用提开家写。离婚申请单，很不用提开家写。这份申请单。您可以拿去那里写。离婚，离婚，这份申请单，申请单，申请单。很不用，很不用，您可以提开家，提开家，拿去那里下。下写离婚申请单，很不用提开家写。离婚申请单，很不用提开家写。这份申请单，您可以拿去那里写。